创世纪第12章，上帝呼召亚伯兰。上主对亚伯兰讲：“你着离开本地、本族、恁老爸的家，去我要指示你的地。我要互你成做大国，要祝福你，互你的名受敬重。你嘛要互人得到福气。祝福你的，我要祝福互因；咒诅你的，我要咒诅伊。地上万国要因为你得到福气。”亚伯兰照上主的吩咐，就出去。罗得嘛甲伊去。亚伯兰离开赫兰的时75岁。亚伯兰带伊的某撒来，甲伊的侄仔罗得出发，搁带因伫赫兰所积聚的财物，得到的仆人女婢，要去迦南地。因来到迦南地，亚伯兰继续行，来到示剑的摩利上树遐。迄时，迦南人住伫迄个地。上主对亚伯兰显现，讲：“我要将即个地赏赐你的后代。”伊就伫遐为着对伊显现的上主起一座祭坛。伊搁对遐刷到伯特利东边的山区，大埔边伫遐为着上主起一座坛，求叫上主的名。迄个所在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哀。亚伯兰渐渐徙去南边的尼吉夫。亚伯兰落去埃及，迄个地饥荒真严重。亚伯兰落去埃及，寄居伫遐。得要到埃及的时，亚伯兰对伊的某撒来讲：“我知你是生做真水的妇人人。埃及人若看到你，会讲：这个是伊的某，因为甲我杀死，互你活地。拜托你讲，你是我的小妹，互我通因为安尼平安无事，免互人杀死。”亚伯兰到埃及的时，埃及人看到迄个妇人人有够水。法老的人神看到伊，就伫法老的面前舀落伊的水。迄个妇人人就互人带入去法老的王宫。法老因为即个妇人人好款待亚伯兰，亚伯兰就得到牛、羊、公的牛、母的牛、骆驼以及仆人甲女婢。上主因为亚伯兰的某撒来的缘故，降大灾祸伫法老甲伊的全家。法老就叫亚伯兰来，讲：“你若对我做即款代志，无甲我讲伊是你的某，是安怎你讲伊是你的小妹，煞害我甲伊带来做某？打你的某伫遮，带转去。”法老就命令部下送亚伯兰伊的某，甲伊一切所有的离开。